中国的技巧啦、表情，还有你大将之风，你加上年纪这个年龄层最顶尖的，你是明日之星。我已經完完全全將你唔記得。一拜要全部懂语文，懂运动唔會錯。大擂台，老熱中下來。哈，各位親愛父老兄弟姊妹，大家好，我係羅時豐啊。大家好，我係客家甜心朱慧哎君。呀，真的哈，經過上禮拜啊，2禮拜安尼激烈的 PK 賽以後，好，所以有剩下6位嘅參賽朋友，我哋今晡日我做一個敗部復活。參賽者嘅積分由上擺老一擺嘅分數加起來，淘汰分數最大嘅兩場參賽者，其他嘅參賽者會進入下年階段嘅比賽。好啦，比賽之前介紹人哋金牌評審團啊。起色嘅先生，起色嘅先生，羅桂麗先生，總輝先生，謝明賢先生。有請到起色嘅先生來講一下規則。好來。哦，什麼呢？橄欖球队队长，还有啦啦队漂亮的女队长哈，准备走了暗黑上哈，为我们败部复活赛开启一个很棒的开头哈，什么名哈？哎，准备出场罗泰国讲的犯上的机会败部复活赛，拿分的关键强用哈，严准。咬事要注意，还有咧，样板形容艺术歌曲，爱讲嘅话，爱唱嘅感情唱出来哈。还有重点出来，上一集咧，俺老师农历条线数讲嘅，缺点有改进冇？爱看表现的样板形，做到以上嘅几点吼，出做得犯上败部复活。不过我先讲吼，了了位线数都系俺老师当戏份的线数，马啥走，俺你都会当艰苦。不过比赛一天要有赢嘛。不过你农历拜机会，当本自家进步的机会，好嘛？当重要，大家加油！好，希望大家。謝謝啊！係啊，大家做當好嘅參賽朋友。他家做所有嘅現場當各異嘅參賽朋友。係啊，所以迄慢人之後，他家做不捨啦。就捨不得了。係啊，我唔攀得啦哈。所以嘛，只好加油。好了，有這樣多 TV 參賽朋友。陳子怡，哎呦，要唱乜歌啊？Loneliness， 英文歌嗎？今天来到了败部复活赛，我拿了一首我最拿手又最新学的歌，叫做《Loneliness》。希望每一位评审老师可以给我很好的分数，也希望我能晋级过关。耶！
你好，亮杯主持你好。你好，哦要挑战自己耶对呀，唱哈。到遐，今年我想我先要跳歌的啦，你很寂寞吗？觉得这首歌很好听，很好听。而且也是我最新学的歌，我觉得我自己唱的很有自信。哎呦，他没有说还不错，他说很有自信。他说他表现的很有自生信。年代蛮会攻发呢哈。他说这首歌还不错啦，还不错，给他唱了以后更好，这样。哦，应该是这样子说。后面的意思是这样意思吗？是还不错，这首歌，这首歌还不错，还不错啊，给他唱的更好，所以表示这个原唱是谁哈？黄宇娟姐姐，黄宇娟姐姐。黄宇娟。哦，那谁写的？谁写这首歌啊？罗国立老师。你看吧，就真的就是因为这样才好听呢，对不对？所以直接看分数。不用讲评了，不是公平的。有，请到我偶像奖。来，对，有请一下罗国立老师。至于其實一食我到果單看到啊，至於擺布我創 loneliness， 心拄方一隻動態嘅問號吼。就像講，要是我會至於很用的，我英國很用的表現，因為比賽最主要就是為了分數嘛，求好表現嘛。那老師還是建議你投按的不適合你唱的歌曲。雖然說你個人很喜歡唱這首歌，但是喜歡跟能唱好，係完全兩回事哦。好，你要比賽，要在這個舞台上面要拿好的成績的話，你就應該要挑一些比較適合你唱的。所以坦白講，今天這首歌你表現得沒有很好，倒不是因為你唱錯，或者是你有哪裡出現問題，不是，而是因為整個歌曲的它的律動不對，然後它的味道你也沒有唱出來。你駕馭不了這首歌啦，那你以後一定要選更適合你自己的歌，好不好？不過我還是很敬佩你，也謝謝你選唱我的歌，加油，志宇加油。分數我安尼會影響動態冇？有影響，還能有影響。我講你部分英文講還能有影響，啊，其他老師寬泛用的 MD 啦。好，加油，好不好？加油，加油，加油。謝謝。那以前的看一下，你上禮拜40月份。錯。看下禮拜你做得拿多一多分，好冇？係，嚟看下陳子怡嘅分數。嚟。37分，也分數唔美好吼。總分78。對啊，這個分數按大迄咪做得唱個羅國立老師講的。我愛講的係，雖然講寫領歌位吼，寫唔錯，唔過你還叫誰？14吧。14，你喺14地邊度14、11歲、9歲呢一個階段，唱歌的技巧啦、表情，還有你大將之風，喺呢張年紀這個年齡層最頂尖人啲冇，你看比賽都倆，馬上年紀唱安尼留到倆哈，買本鼓勵，你真的很棒，你是明日之星，謝謝。謝謝老師，謝謝老師。好，先回做休息哈，等候佳音，好不好啊？回做休息。好，下來。展演上，我帶來韓亞古典。彈過啦。禮拜要多做嚟 PK 復活賽，禮拜準備歌係禮拜張學嘅《幼堂》，韓亞古典係泰國嘅歌，係下拿手嘅歌，希望再拿到好成績，多進嚟再個比賽。風中呈現笑顏容。
今天对他唱的部分，我比较没感兴趣，没有感觉。哎呀，我对你这一套服装，哦，你要是我不用做呀，你还不想说？要买头发必须全部给做呀，真的假？领结啦，里面的上衣服、衬衫都是啊。而且你哇，看他你的老搭配那个婆手好巧哦，搭配这个客家花布，哎，不是巧手，两件事哎，黑啦亮，好看呢，好看呢。现在是服装部分了，那给你冲恩用呢？我们有请到许世慧老师。好来，燕晨哥哥你好，你好，老师你好。我感覺今邊嘅唱歌咯，雙拜唱歌，喺一般係用感覺嘅方式，就看到你唱歌嘅方式，還是感覺到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這是一個。那暗歌呢，因為其實亞述歌誒，因為上面沒有提是哪一位老師寫的，是展毅老師的歌嘛，對不對？其實亞述歌其實寫的還蠻有意境的，可是你在表現的時候，我覺得太 range 拉得太小。很呀孤單那個地方，你想要表現，或者說你想要讓它輕一點，都可以。不過呢，你就是說來一批嘅時間，嗰唱到動昂副歌嘅時間，我感覺佢上下嘅感覺情緒點並沒有發揮得非常的讓我覺得很明顯的地方。你的拉句冇愛上嘅安排，冇喺把嘅其實亞述歌唱起來應該要有按嘅情緒張出。心房，無言的愛，心悲傷。唔過呢，就唱到連詩都冇寫哦。本上我會寫講人家缺點喺啲哪，可是我找不到你的缺點呢，公司猜。哦，那很好啊。對，可是我就是坐在這邊，醜得要，我就覺得。就 sell 一張咪西嘞，還有覺得就是說，他一般說燕城大哥好，其實你唱功我覺得還不錯。其實是你要調整的地方，很雅個情緒的拉鋸，我覺得你可以再試看看。之所以上一集講呀唱歌喉音的部分哈，沒有欣賞講，就郭麗老師講的嘛，佢們用喉音嘛，超冇。不過可是情緒的拉鋸，我覺得既然是 live， 你就要把情緒帶出來，所以我覺得是你在情緒的拉鋸。都得再把你的情緒放在歌詞上面的，因為以你的經驗還有你的成熟度，我覺得你做得到。感覺一聽周圍抖，某一發我帶不入那個情緒的話，這樣太可惜了。哇，世慧老師對你期望很高啦。其實我覺得是他很有可以發揮的空間的。對對對，什麼是這樣？我講咁多分數唔點用辦嗬？係啊，我哋看一下分數咯，好唔好？對，繼續看下陳欣賞嘅分數。你擺看到有進步，啲數個投了以後，唔講愛知道。乜？真意思啲啊，係啊，真意思硬啲牛皮嘅。整首歌都感動到你。最後一句，我也是。繼續看下陳欣賞嘅分數。摸破呢？係啊，摸破呢。啊，小心哦。做得留下來製作的。哦，係，應該冇乜問題啦，係啊。好嘛，係，先在 V 當中坐下嚟。好，什麼感覺？安這些落車要做休息。3分冇留下來。太細涼啦，做唔做啊？下來，下來，哦，鍾秀瑩已經要帶來重溫往日情。來談講啦。我喺千里百幾飛哦，我冇什麼充實，我離開了隻舞台哦，就要嚟拼啊咧，睇下人啊叫我加油啊！
脏地，手来望呀你肌肤面最欢喜，鸳鸯双对鸳双比，见见双情侣双比，盼望有飞随风意，两人长温暖一个真情。孤单凄凉寒，丈夫来紧张地，手来望呀你肌肤面最欢喜，鸳鸯双对鸳双比，见见双情侣双比，盼望有飞随风意，两人长温暖一个真情。阿公主，甜心妹妹，嘿，你好，秀英姐，你好，阿门。一礼拜嗰種心情創發，咁又唱上禮拜樣啊，就飆一去，飆一去，可以去，可以去。亲人的啦，亲人的啦哦，俺奈何我就唱奈么，俺们没办法。哦，你上禮拜讀到陳甜甜啊对啊，哎，可是秀英姐姐上禮拜分數嘛清高呢， ，42分係嘛？上禮拜，其實你係啊分，42分，佢上動高分。對呀，很高分的呢。係啊，呀禮拜冇一度分唔啲，等陣先等一下。鍾飛先生，好嚟，嘿，啊秀英哦，哎，张老师，今天这首歌呢，跟上一次有一点点落差，对，那给咪那个我聊说过哈，你的音准哦比较没有那么好，那对，有两个，尤其是演咏耸堆那个地方，你2次都没有唱好。手来望呀你肌肤面最欢喜，鸳鸯双对鸳双比。哦，这有点可惜。然后这一首歌，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听到你的声音，因为从头到尾都是这样，你的共鸣太后面了，你整个都共鸣都在这个喉头的地方，那你的声音会出不来。如果我讲话都是这样子讲，你就会听不出来我到底在讲什么。可是如果我把共鸣送到前面来，你就会非常的清楚。因为唐诶懂清楚爱讲嘛改。我觉得有一个可以跟你分享哈，唱歌呢，我们唱出来就是要把那个线条送出来。如果你的声音停在这个地方，你的声音出不来，就一直在这。你可不可以把你的声音唱出来？你以后练习的时候，拿着麦克风，你要让自己的声音送进这个麦克风，用你的意念去想，我要把这个声音往前面唱。往前面唱，你的声音才会出来，不然你的声音一直停在这个地方，再加上你抖音，根本不知道你的音是什么。我非常仔细的去听，有些音我都不知道你含糊在唱什么，蛮可惜的。但是我还是觉得你比之前你还比赛进步。好，那我觉得可以再加油，好，还是很棒，谢谢，谢谢啊，那跟上个礼拜有点差。有一点点差，一点点呐，一点点，那你分數應該唔好差這樣多啦，來看一下好嘛？好，可以，鍾秀英的分數。好嘞。哦，分數都冇過哦，差一啲啲，啊，係啊，一滴滴有差動。哎呦，加油加油，好嘛？謝謝，謝謝。哎，可以做消息。好嚟，殺下來。鍾永賢帶來講什麼？哦，一條歌當時合記，來談下。今天呢，在拜布復活賽這邊，我要帶來一首《講什麼》。那希望這首歌可以拿到更好的成績，重回比賽的道路上。
嘿，掌声欢迎。这条歌是非常适合你啊。好，青春活泼。哎呀，谢阿妹个嗓音的音质又特别干净。他唱这条歌就是董后堂，就是有你那种童真的味道。董后堂，董章。而且有点羞涩哈。哎呀，对不对？会害羞了，对不对？好，好，我们来听一下徐哲威老师来讲评一下这一段，讲真的 same 害 way 羞。你哈唱这一条歌，用精神一唱，放空一下下，再回味一下。不信你知道我们给他会回答你。荣轩哈，我當叫冇看到你唱歌嘅，你擺看到有進步，你數個投入以後，唔過我知道你唱歌嘅時節，唱你嘅動作也好，還有你唱嘅節拍啦，各個句子，我會感覺到當唱一開始就設定好了。有赏识啊，你的练习出腔特殊样哎，今天我们要考试了，我们不要把唱歌当作考试。我的意思是说，你必须要透过懂斗拜的练习。哦，你这样提讲，哦，我哋数歌曲应该用版从层次当中的出来，特别是你看，你中间还有 OS 哦，那 OS 的那个俏皮感，我觉得没有让我感受到，我就觉得很像机器人在唱歌。好，你喺我知道愛去練習嘅練習嘅地方，還有雅嗓，因為雅嗓太娃娃音了。有時是啲娃娃音底部度牽動你唱歌嘅層次。所謂的層次，就係講大家兩張年紀嘅聲音啊，都會希望你使用音嘅講嘅什麼嘢人愛。然後你在唱的時候，就是講嘅什麼嘢人愛。就是去找那个感觉，好，然后再把它连起来的时候，你就会提高哦，廖叔歌曲应用版表现才有层次感。没讲 T 几按的唱到爆米花的唱，甚至我觉得你 OS 都一样，就很像。你知道有一种机器人是这样吗？将啊莫耶，人看到人爱，这就是机器人。对吗？另外意思哈，那你要去练习那个感觉，再加上你自己的律动，才比较合理。不过我知道你做得到年度总冠军的比赛，你一定有这个实力，不管根本你的分数用白去，我希望你一定要记得。你伫咧舞台上唱歌按到后堂的客家歌，咱白咩强用唱下去，好冇？谢谢你。好，按这些大家哈，按你再来看一下这个分数咯。好，来看一下钟永贤的分数。0.347分。先预备当中休息下来，休息下来哈。万一某个喊110个人免怕，好不好？那还有上喊谁？你多少12歲。12歲啲啦，係啊，12歲係啲牛皮嘅，你怎麼企到舞台當中唱歌嘅，對嗎？很厲害了，對不對？比他厲害多了，對不對？比金曲歌王厲害，就冇簡單咧，哈。好啦，可以做休息哈。好嘞，下來。林君權帶來種種音。今天是敗部復活賽，今天沒有人幫我。所以我今天要靠我自己的力量来打动评审，我今天一定会赢。相知相爱相思，你的爱就像风中的花蕊，短暂又迷离，飘落随风去。甘愿的缘分浅，注定难相思一
晴空一片。假使有来送，不惊伊变心，只怕来生爱再相遇。茫茫人海里，奈你情多意，用爱在你手中留下印。假使有路不依，不惊伊变心，千山万水也情多意，画在艺术中的印，用爱在来生相依。假使有来送，不惊伊变心，只怕来生爱再相遇。茫茫人海里，奈你情多意，用爱在你手中留下印。假使有轮回，不惊伊变心，千山万水也爱情多意，画在艺术中的印。刘哥好，袁姐好。哦，整首歌啊，哎，很难得有一首歌可以对啊，让我觉得感动到你啊。整首歌都感动到你啊。最后一句，我也是。那个没有音乐那一个，怎么办？不是，就是刚好那个奇怪。不是，他今天完全是真的有把老师的话都是放在心里面，就是好好认真的唱歌，好好的唱一次歌给大家听。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今天他真的有打动现场所有的每一个人。有，因为为什么？金杯金毛边贵边乖啊。对。你之前又还有一个唢呐，还有那个跳舞，以为某位大家那个目光就会分散掉嘛，那个 focus 就不会注意在你那边。今天没有其他朋友的加持，看分数会比较好一点嘛。但是还是先谈一下，肖老师，而家创赢歌的对吗？你感觉佢今日表现样办？今日真嘅很有用心的做铺陈啦哈。不过我觉得他的铺陈是太过了，像你唱到副歌的地方，你喉咙痛很，一下想要冲上去，可是又冲不上去。都听一遍，做结尾的时候，情绪又重到他整规声音，我溃落去的哈。我是觉得这个不用太过离太远了。好，虽然说今日你唱的很多拍子问题，好，但是我们慧茹老师说看得到你在用心，对，大家觉得真的蛮感动的，然后你拍子的问题哈，因为这3拍蹦恰恰不要急，你要用身体去做摇动，1、2、3，那你印象要抢跑，所以很多地方真的是在抢拍了，要不慌不忙。像有的有冲漏山歌，看到老三哥你有听过吗？有。他是没有拍子的，自由拍的。但是虽然他是有拍子，但是你要不慌不忙，跟着拍子1、2、3，要随着他的旋律去走。谢谢老师。好了，看分数。好，来。来看一下林冠权的分数。今天唱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哦，也有打动到我，尤其你那个进入 B 段的那个声音，哎呦。慢演奏呀。吴秀春小姨婆帮我做的。秀春阿姨，秀春姐姐。我看阿姨还。我刚跟着她叫阿姨。来看一下林冠权的分数。
7分，等一下7分而已啊。对啊，那么大比7分，他今天那么用心在唱，他很用心哎，他又没有其他快撕破的喉咙了。对啊，也没有其他的人来那个，没有人助阵哎。所以啊，就相公嘛，跟干嘛给他造门？因为没有后援会在场，所以他就，其实你的用心来到其他评审一样，我感受到了，你真的很努力在唱这首歌。问题是你今天是你驾驭不了这首歌，还是因为你有其他因素在？今天我印象中的往日的林冠群，今天这集完全不见了。你唱歌不是这样子的啊，你今天声音完全好。我先不讲你今天在这首歌里面犯了多少错误，我就讲一个最基本的，好不好？我们在节目每一次开录之前，我们的首席评审一直在强调的3个基本要件因素：节拍、咬字跟音准，对不对？好，你其他说我先不讲，我就讲这三个最基本的条件就好了。你这首歌从头到尾唱下来，荒腔又走板。我必须很严厉的告诉你哦，这跟你用心是2回事的。我如果不在这里好好的教训你一下，你如果进不去，就算你进去了，前面几强，你还是一样会掉下来。我希望在这里好好的给你一点教训，你要记住这件事情。唱歌你不要忘了这些基本功，不管你今天在舞台上有多好的整体表现，有多好的视觉效果，那是加分的要素。好，它可以帮助你分数多一点点而已。那你基本功还是要在啊，对不对？你今天这首歌唱下来，好多地方音准就跑掉了，还有2句拍子也不对，那2句是尬似 M 眼分这一句，跟短暂优米粒这2句，完全不在拍子上，音符不在。你的歌词没有唱在它应该在的拍子上面，这2句走拍啊。通过几多风雨雾，假使无缘分，永袂相知相爱相思。然后呢，那个荒腔的部分呢，你从头到尾好几个地方都在 pitch 都不对，该上的没上，该下去的又没有下到位。所以这是我今天要给你警告的一个地方。我必须承认，我还是很相信，我还是很认同你的用心。好，那你还是要记住那3件基本功哦，要把它做好，好不好？加油，加油！谢谢。好，恭喜。好，谢谢。做休息啊。下来，李文հիմ带来老朋友。看啦。PK 输掉，我到现在都还是很沮丧。那我准备了一首歌曲，就是为了要准备把我自己拉回舞台的一首歌，叫做《老朋友》，希望大家会喜欢。
两摆看到伊，实在都欢喜。不知出代志，那条路东故事，有爱陪伊。哎呦，翩翩起舞啊！是啊，你今天唱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哦。也有打动到我。对，我觉得还是歌词很重要啊。歌词对，歌词很重要。我觉得就整首歌整个感觉，尤其那个进入 B 段的那个声音，哎呦，我听到感觉是很舒服，很棒，很不错。有唱到 Siri 先生，我觉得你比上一集的那个咬字更清楚了，而且我听得到你在唱那个里面的感情，但是就差一点点。刚刚庄慧茹老师说，因为这首歌是他合音的，他说你有几个地方唱错了哈，因为我只用听，我没有看谱。好，所以我听到的感觉是这样，我觉得你进步很多，所以我们请庄慧茹老师来补充一下。这整体来讲是很好，对，是很好。但如果细节来讲，庄慧茹老师，因为我会觉得练歌哈，我其实不太会抓你的咬字，因为我觉得那个你已经很努力了，我已经觉得非常棒，我觉得很用心，但是我可能对于音你要练到对，这个是我比较要求的。我觉得你今天，如果说你自己，比如说你自己想去发展一些，我觉得可以接受，但是主轴要在，比如说。思念因一勾因一，始终滴滴转不停。你要回来这里啊，你不能停，你唱到别的音了。然后后面还有一些地方是你的拍子，还有那个高的后梦都没有下来，你到中间完全下不去，然后就断了。叫我看到高的荒漠，然后还有拍子也有一些问题，好，所以我觉得在练歌的时候，你的音要听得更精准。在唱歌的人一定要好好的去训练自己的耳朵，能够把每个音都听得精准，这样对你的音的学习以及你的咬字都会有帮助。对。我还是可以鼓励你，绝对还有更好的进步。安子 C， 好，那你最后来看一下这个分数了，好不好？来看一下李文hin的分数。哇，这个老师对你的要求真的很高，真的很高。对呀，应该进入不会被淘汰了啊。好，哎呀，恭喜你啊！回座休息。好，所以今晡日6位的参赛朋友2位被淘汰，一位3亿之光啊，陈之宇哈，今晡上礼拜41分，下礼拜37分，改了78分。对，然后另外一个妹妹张荣轩，对，真的很可惜。上礼拜36分，下礼拜37分，改了73分，所以2位的分数较大。错，好，唔怕喊一百有机会再过来哈。其他留下的朋友继续加油，好。嘿，失败了哈，就是要再加油啦。是的。多谢5位辛苦评审先生，谢谢安子 C 哈，安子 C。莫转台啊，来看传统组的比赛来。还有看完流行歌曲组的比赛以后啦，哈，安尼传统组的败部复活又开始啦啊，哦，所以今天也相信安尼所有的参赛者一定拿出亲和一面。每一个拢有把握，每一个拢紧张。系啊，大家皮要强较现对喂哈。真惨哦。系啊，诗人。罗诗人，你惨乜个？欢迎咩？哈，其他的输夹得你咧，有暗号来嘛？也系强。哈。
东浪来。好啦，接着这两个比赛。比赛之前，先来介绍评审先生，林正义先生、罗英怡先生、李一鸣先生、曾明珠先生、杨云林先生。先有请到林正义先生，甲咱讲下规则。大家好，今日呢是派普饭上赛，用完饭上呢就係上一次比賽嘅啊，有啲人呢啊，都 PK 賽會打下來嘅哈，就兩家敗呢哈，就能得將最好嘅一面哈，除了平常嘅咬式、強調、韻腳各方面都作戰以外哈，你就想辦法用完然後上一次嘅分數。夾起來呢，嗬，能睇猜兩排嘅比賽，嗬，好好嘅表現出來，嗬，來分享，嚇，所以呢，我希望大家注意啊，加油啊！ TV 乜嘢呢？今日出場嘅主導 TV 係人哋羅思恩，分順哥，叫帶來係三國志，好，加油啊！上禮拜的 PK 賽，因為對方真的很強，所以被淘汰。希望今天可以上網大兵，希望海家。唱高一下哦。嘿，你久久很大一点。慢演奏呀。吴秀生小姨婆帮我做的。佢用乜嘅做？手機帶啊。係真係手機帶啊？對啊。哦，安尼啊，秀春阿姨，秀春姐姐。你看阿姨还。我刚跟着她叫阿姨。她叫姨婆。姨婆。秀春姨婆。这用手机带做的，临时的构想啊，很厉害呢。哇，你很有创意呢。啊，佮两三个人来，世家族的，比如20年，20年呢，表示我那个有缘分啊。嘿哦，真的呢。哇，人人讲过后呢，都叫模推流行，好看。哎呀，那什么都全部比如淘汰得退安样。还有最好的致富还财哦。哎呀，嘿哦，真的啊，跟来攀得本钱，那无这个无留咗经验。唔怕啦，去享用啦，买就设计啊。那姨婆送你的衣服，你要好好的保存了，好不好？好吧，那你就留给你以后你儿子穿。哎呀，把它留起来，以后你长大生小孩以后，你就给小孩穿，好吧？啊，感觉今天表现得很棒。哎呀呀，好，那你以后要生几个小孩？哪知啊？好了，有请到林正英先生奖品。阿廖诗人哈，比賽到了下來哈，我一撇嚟記下拜哈。
两下用年纪咧，创了成果哈，就讲有学习的心，但是因为年纪的关系，你还比如讲，用版型饱满的嗓音各方面的配合哈，是太出无法突破用做，但是哈，佢亲等人写的。我相信吼，你全台灣省大家觀眾朋友對佢嘅幾好嘅觀念係咪啊？佢嘅動作。佢嘅動作吼，其實用個打節拍嘅管吼，嗰個方式來撈佢用音是像螺絲縫一樣，攞佢一樣音吼，你嘅歌咧見唱見好嚇。咁樣表現吼，實在講誒，唔係像雙拜出道嘅張姐姐遐，佢都出前面家下佢家嘅 N 花家吼，最有條嘅哎呀激出嚟吼，咁有感覺嘅。唔講你咁樣吼，就講一出來咁樣表現到了吼，可圈可點哈，係等於鼓勵好加油繼續。看起來成績唔會差哦。可以啊。大家看下羅思妍的分數。養了小哪子啊！川普又唱嘞，咁講吼，一禮拜。壓在阿姨旁邊等，其他參賽朋友跌詞。唱了三奶歌啊！好美的一尾美人魚哦。少了一個魚尾而已哦。對，我下才來。大家看下羅思妍的分數。你上個禮拜41分，對，下禮拜43分，哎，加起來多分？84。哎呦！恭喜你哈！恭喜啊！好84分多高分，回座休息。好，休息。接下來，咏春臉帶了3個字。來談啊！我上禮拜唱到無當好，成績無當好，專業有3萬年，希望你禮拜多轉來。大家讓我加油，拿到好嘅成績轉來。用呢？係啊，用版。係啊，你啊比賽出嚟夠樣嘅啦，哦。
不用强送的就够的啦。对啊，我看今天要不用动强送啊，词今天有带到吧？有嘛哦。来，先有这样的录音先生。来。啊，春丽阿姨根本也好，你从来构思全部又重嘞。咁讲吼，讲实在，你上进很系讲，咁个就系谈起来因为当就冇埋进心的吼。比如讲你个第二季吼，人人梦自爱善良，吼，你个人人从起来吼，就当就冇讲当就进心，所以从你梦自嘅世界，你系梦嘅个人呢，感觉讲，你上任入将，咁个个人当冇当像很像飞过山岭，安样型嘅感觉吼。韩国咧第三季吼，让用相字从讲水吼，应该让用相字啊，应该出来嘅时间，我建议从中间咧，吼，因为你系从讲水，吼，就系水流，吼，个水流你从到按夹去，感觉就冇按入感情，吼。可能很慢掉嘅，个原味会很下降，因为你提示记一次风，系加嘅形容，吼，所以你头先从到按夹后背咧一次风弹起来呢，就当场你系感情啦，吼，所以总体来讲，你系上映动作，咁根本嘅本来感觉冇当入进心，吼，加油，什么？摸水饱啦，系冇？唔系啊！我被讲，来看本书啦，好吗？好啦，看一下本书，看一下咏春莲的本书。西车佛呢？西车佛呢？你看青菜葱啊，平平哦，顺顺的葱，看来很难的葱咩西车佛呢？谢谢。系啊。好，加了74分。双礼拜较大啦。哎呀，34分00，一礼拜，压在海衣旁边，对，其他参赛朋友跌死，阿毛子，跌跑，谢谢，最有可能，留下来，好嘛？好，坐好来啊哈，莫先走啊哈，好，杀下来，总水虫，我带来罗三哥，来等下。上摆 PK 赛哦，从头冇几好，才收一分。本人 PK 踢咧，也摆爱卷土重来哈，表现较好啲的，希望吼大概败部就走在复活。从西到他。见面了，哎呀，今日
较激烈咯。较激烈吼，有感觉到吼。对你来讲还好啦，还好啊拜不复活。我上拜茶一份，才多了安尼。对啊，所以我记拜不，今日要求翻上的嘛。这我都是讲阿妹创的人吼，因为东南的讲我本人吼排到拜不复活。无俺知道今礼拜要全部动员。动员哦，动员，个实力全部动员。哦，明年会冲啊？全部动强。哦，动强。有一种动员是讲哦，动员党唔会冲啊呢。系啊，那种动员是全部都会冲啊。一般讲动员就形容是同好，水平以上嘿。哦，水平以上啊，哈，所以想一拜冇问题啦。上礼拜多份40的蘑菇呢？40，今日冇问题。系啦，今日6位才4位嘛，有2位要变淘汰嘛。其实我们要从目的朴的词应该是冇乜问题。咁我先来谈一下李建明先生讲评。好，来，请先生。好，周先生哈，从了多山歌，那个详细啦哈，周韵哈部分系 OK 嘅哈，就蛮做得啦哈。不过就讲人家歌词呢。就讲第3季啊，睇些事情看得开啊哈，那只开在只为所应该係用直韻為較好，因為用這個平韻咧哈，所以唱起來嘅時呢，這個古代嘅時節哈，山歌行起來彈起來就唔會按面啦。愛些事情。像听一句来讲，人言好啊，那只好就为说，你前面迄唱歌第一句迄唱歌哈，好唱歌，那就为说人言好哈，佢冇吸引啊，所以也會影響到人嘅行強嘅部分哈。同時就講，除了就好嘅為說，而用好用帶學做得啦，帶本事嘅語啊，從多山歌當然做得，不過呢，你後尾多要用拿啦哈。所以就為說係用拿好拿，嚇會可能應該會較好啦，感覺起來嚇。你就係真可惜的為說，嚇，因為你係歌詞中自家寫的啦，當然唔可以講強於千多分數，嚇，但是呢會影響，嚇，係讓建議啦，嚇，好，嗰邊加油加油。希望先生，來繼續看一下總水廠嘅分數。80分。哇，你算較準，本來45分的，扣5分。安尼40分改了80，應該冇乜個問題啦。應該安全。安全啊。好，再下再講，謝謝。好的。殺下來。王延勇帶來平板。各位鄉親朋友，大家好。上回呢，從個小香包啊，溫柔的個程度吼，做到唔辣，啊相信係會做當好，會創到當好糖，希望大家。梦
好美的一尾美人鱼哦。对啊，奇怪你这个哈，好美哦，打扮呐，给个衫服啊，这鬼啊衬托一了，这气质就是不一样哦。真的像一尾很漂亮的鱼，美人鱼哈，就少了一个鱼尾而已哈。对，我现在可以拉。好啦，哦，安尼主来先谈一下欣赏，哈，今日创一条歌，大概看法嘛，来，正面主欣赏。严重佢创线了平板嘅每日嘛。睇咧，吼，佢梳眉梳到个润，梳到磨浆，可能怕係因為佢嘅上線嘅關係吧，吼，所以請到佢嘅風啊涼涼啦，咁每節梳到磨漿。好啦，来看一下大家粉丝啦，好嘛？来看一下，来看一下王阳勇的粉丝。思云姐姐的声音越玩越高音。前面藝術當到小茶，唱開，唱開，哦，唱開，唱開。粉丝开始讲无超过40分就懂问下。来看一下小纯的粉丝。紧张吗？那个心脏会跳出来的。来看一下王阳勇的粉丝。71分，一起来81分。其实今日的参赛朋友的分数全部差不多，没有哈。好，应该没有问题了哈。对，谢谢老师。好，安子 C 哈，先在面当中坐，来杀下来。范思云，来了平板。来。感謝大家，我這個本來一直機會，因為等下下愛拜夫復活的考驗，我禮拜再過來衝刺一拜，為過關。你好，你好，电视机面前的朋友大家好。思云姐姐的声音那么贴片呢？贴片。越玩越高音。哎呦，越夜越美丽。对。越夜越高亢。
是，冇啦，很亮因为我识当多小茶。小茶哦，是小茶會開啊，哈，識當多，聽開，聽開，哦，要聽開，聽開，嚇，聽開，要較開啊，嘿，要較開幕嚟聽一下蔣圓圓先生嚟講一下。范小姐吼，佢唱了首嘅《三國詞》，其實係非常普遍啊，當然唱啊《三國詞》，所以呢，大家彈起來也當親切哦。我彈嘅聲音啊，是講清亮嘅聲音。本來嘅印象哈，是講比上一擺啊進步有阿蠻多哈。不過呢，我知道了《三國》啊，因為你當認真，所以很努力的想要唱。所以呢，在唱啊，上很表現非常的多，也有的少了一點自然。所以怎麼樣呢？表現很動喉，但是又太多一種自然，不應感覺一種自然美，其實係當不容易嘅。所以我覺得，你比上一次本來印象是增加很多，但是我嘅期待呢，就係講有好嘅聲音，但是我感覺到當很舒服的、很自然嘅兩部分，那係講我也有安尼期待，我相信兩擺應當比上擺好。對，但是那還本來有加空間啦。那本來如果要最高的分數，我有知道你很有空間。但是如果印象色彩來講呢，色彩也比上擺好。希望你好，謝謝。按你比上擺好，分數就會較高。真的，你看要咳嗽，還好嗎？趕快看分數，應該就不咳了，對不對？可以啊。可以啊，范思源會得到一道分數。哇，42分呢！哎，真的進步很多呢。對，哇，你改了81分，哇，哎呦，今日你真的有可能會有記下比同分哦。有可能。對啊。你要謝謝你的先生，對不對？聽感冒時節，趕快及時送愛心來。薑麻茶、小茶呢，哦，分數上按過，係啊。好啦，恭喜哈，先在邊當搓一下，哦，先在哈搓一下，好嘞。好，按你聽下，你要討論一下。哦。好嘞，殺下來。一鋪來喲，來吳秀純帶來3個字。等下啦。上擺 PK 賽唔多本人國體咧，禮拜呢就係1800幾飛哦，然後千3萬，希望做得多賺點在舞台。
修春季，以后就是对对哈，阿姨婆，姨婆，天使人哈，不简单啊哈！在比赛比到遐边演出的总冠军的比赛，你今日分数假是讲有较高一点的，有可能就没被淘汰。啊，分数假是讲无超过40分就当门险。系啊。哦。系安尼，但唔对啦，安尼要唱高一下安尼欣赏。来，先唱高林赞一先生。好来，小春呢？可以讲吼，你按到摆比赛吼，哎呀，便宜几啊摆吼。基本上呢，你下即讲都后半摊来吼，头下嘅客家2只诗，第10音呢吼，你唱到客家了吼，客家了吼，个差动多。也就是说，因为你按到了演出所間吼，就他家就會作下嘢。啊，嗰個呢，前2季呢有個高音吼，欠欠奶路奶嘅啦位，個後背嘅先火上傳嚟嘅，個高音圖啊冇到位。伊就講。可能怕口嘅關係呀嘛嘅，哦，還有壓力嘅問題存在，好，但是呢，整體上來講，係可以講伊順暢啦，係咁樣，好，好，加油，好，我這邊廣東人會唱啊，客家了吼，這個客家了，客家了，客家了，對，有個音呢，你客家人，跟住母音、老字音嘅區別。哦。所以你講客家了，然後客家了，冇咁樣。完全冇相同。所以做埋個多年度總冠軍㗎吼，呢方面吼，做要當注意嘅，要當注意啊！一陣咬絲了就要專業吼，佢就真嘅，我有關係。真的有差。哦，作韻冇作。韻腳嘅要作真。對。所以咬絲當重要嘅。哦，安尼。咬好，分數出來哈。係啊，出來哈。來看一下，小春的分數。43分呢，加一個加上83呢。咁緊張哈，嗰個心臟會跳出來的。很高分啦，抱一下，不要緊張。他真的很緊張，他太激動。恭喜，係啊！但是你要不要通過，還是變成在10問題啊排名都10秒以內啊？對，還有繼續後邊很多當場的。繼續加油！好，我們跟上顧後來。好，謝謝。好，沒錯，休息。所以經過啊3禮拜淘汰賽啊，哈，PK 團淘汰哦，上禮拜安尼春聯季哦得到34分，下禮拜得到40分，所以加起來74分，哦。另外一位總水床太高，上禮拜40分，下禮拜同樣40分，所以分數80分。也統計起來6位嘅參賽朋友，也2位排到第5、第6名，所以較排這2位參賽朋友。節目應叫做很有，好嘛？張發揚2位繼續來比賽，好嘛？謝謝你們2位。係啊，迄唔知按樣我哋報名，我天巴頓講下，跟大家報告下。0919 388 398，還有傳真電話哦，022777 8231。電也對嗬，咩電咯嗬？係啊，排斥，十分排斥。好，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以外呢，係咪多謝呢啲辛苦嘅評審員，謝謝。多謝我們辛苦嘅參賽者，我們的曾老師大樂隊，謝謝大家哈。同時大家忘唔記得啦，下禮拜同一個時間嘅收看呢，鬧熱大擂台，鬧熱公開，歡迎各位。